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的本土病例继续创下新高，新增加17801例，新北市超过6000例。若中重症增加21例，阁有3个死亡的个案，拢是有慢性病的侪会人。重症的病例内底，阁有一个约会肚脐红的仔，是目前咱国内上细汉的重症个案，也在加护病房抢救。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压悬，初日8日新增加17801例，已经连续5天超过1万例，嘛创下疫情以来高一天的新高。其中以新北市增加6584例占上济，过来是台北市3000多例，桃园市嘛有2000多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高峰期高一天的确诊人数，推估若是悬价是20万例。我们大概用10万、15万、20万做低中高的一个推估，然后再设定一个特别的计划，以防它万一超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推估数。另外嘛，新增加21例中重症的个案，当中有3个人死亡，是70岁至90多岁的侪会人，拢有慢性病病史。特别注意的是，重症内底有一个20多岁的女性，无慢性病病史，有做过3档疫苗。确诊居家照护的期间，因为腹肚痛甲吐，病情恶化，目前是插管接呼吸器。另外有一个抑未肚脐的查某婴仔，有神经系统的症头，因为发烧去诊所互医生看，迄当阵无做体检，2天了后发现喘气有困难，送病院了后采检是阳性，目前有插管，而且用瑞德西韦治疗当中，这嘛是咱国上细汉重症的个案。年纪小的小朋友确实就是说，可能病情变化会比较快速，因为免疫系统都还不够成熟所以在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小心来注意。即嘛确诊人数愈来愈多，但是中头一届讲，若是国内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达到某一个程度，未来就算是确诊，嘛有可能唔免居家隔离，就甲欧美国家同款。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在国外，在最后像美国，最后都是。自己快筛也不用，如果你觉得想要去做 PCR， 你就去做；那不想做，你就在家里休息5天。那5天后你戴口罩就可以出门。也若有关咱国内口服抗病毒的药啊，指挥中心表示，辉瑞口服抗病毒的药啊，已经有使用669人分期啊。初3会阁配送去各地应变病院，初4会配送去各地药房，提供居家照护来使用。到时，毋但门诊甲急诊医师会当开药啊，居家照护的团队嘛会当远距离来开药啊，再阁请药师甲药啊送去患者因厝里。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昏本土病例有6584例，今麦新北市的隔离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新北市长拢呼吁中央要严格规定，把快筛阳性当作确诊，若无验 PCR 塞车，民众在等 PCR 结果的这段时间，总共4个期，疫情会愈严重。严格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也无考虑安尼先做。对，分流条线。对。因为确诊人数一直加悬，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出校园居家照护关怀方案。初二新北市新增加6584例，居家照护有满2万人，居家隔离列管的人数阁一届超过4万人。真明显，居家隔离的人数无因为3+4的制度来降低，医疗量能负担真重。居家隔离转型，也有快筛阳性看作是确诊的这条路是一定爱行，以后有中央都爱来面对。这个是势在一定要走的路，也请中央跟快筛阳性还可以做 PCR 的方向，同样的去面对新北市的情形。侯友宜嘛讲到新北市民怨叹买无快筛试剂，希望中央会当考虑新北的疫情真严重，会当增加快筛试剂配送的量。即马双北拢呼吁快筛阳性取代 PCR。台北市长高文大认为讲，即马 PCR 的容量差不多是20万件，数量若是增加，中央这边一定会塞车，估计就要4天才会当收到检验的结果。应该甲快筛15%的检查看作是必要的损失。但是在战况紧急的时候，你那个15%的误差就当做必要之损失了。那不然你那85%的继续在社区落俗，你知道吗？弄到处放，那传染会更厉害。所以一旦快筛阳你就把自己当作是确诊者了你该回家给我关起来就关起来。住院的数目，就或者说那个需要医疗的数目就会增加，那匡列的也会增加。所以这里面在这个时候马上要这样做，恐怕不见得是适宜。双北确诊超过1万例，敢是要以快筛阳性来取代 PCR 的检测？但市长的态度也是较保守。伊讲目前暂时未考虑，不过降低抗疫的强度，也有时间是会当考虑。会观察这2天做疫苗的情形，再来做修正。记者综合报道。
湘北的病例多，急诊室的压力真大。台北市即马有设快筛阳性的门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站着专工去三总看门诊的运作。这个门诊是设伫户外，要提供予快筛阳性有症头的患者，会使直接予医生看，顺续提药啊，来保护病院，保留医疗容量予重症的患者。民众若快筛阳性，拢走去大病院挂急诊。台北三总伫病院外口采宝旁设防疫专区门诊，予有症状快筛阳性的民众直接看诊摕药啊，希望会当分流，甲急诊留予中重症病人。今天有200位的病患，他们是快筛阳性来这边。我们知道有些病人他可能是想要先拿药，他自己在家快筛阳性的，他知道他可能要做一些症状控制，所以说我们就先给病人先拿药。他如果不想做PCR，他就可以先离开，他就回家这个居家隔离。台北市府伫咧7大体检站，抑个三总拢设防疫专区门诊。副市长黄珊珊到三总，甲副院长何景良，抑个联谊的总院长柯大成讨论医疗量能，讲会有更加侪病也设防疫专区门诊。今天其他院区一起加3种，所以今天就有8个地方。那接下去明天、后天还有很多的医院都会陆续的开设。黄珊珊希望民众有症状先做快筛，快筛阳性才去病院做 PCR。若无症状，唔免逐工拢筛。伫咧用性率愈来愈悬，以后另外的工作会愈来愈无形，也希望急诊的量能袂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水气减少，各地拢是侪云，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会落地暂坡。早暗是温度较凉冷，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3度半。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就是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回升。西半部是侪云到乌阴的天气，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落雨会较明显，而且早暗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3度半。日时是温度佫会回升，今日高温有25度至28度。明仔载到拜五是透偏东风，这方面水气会较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另外，要提醒乡亲，拜六佫有方面会瓦紧，水气佫会变较济。北部、东半部会落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嘛有落局部短暂阵雨。镜头来屏东旭海的火箭发射场，伫今年初启用，按算伫明仔要发射第1粒火箭。这是咱台湾头一届伫完全合法，而且有通过新载发射场发射火箭。在风雨当中，小介即摆的火箭试射计划，阳明交通大厦前瞻火箭研究中心要在今年初才启用的屏东旭海第2科研探空火箭发射场试射上载火箭 HTTP-3A 第2节。因为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的飞行导航控制系统是可以正常运作的，我们才会去飞双节的探空火箭。对，那这一次的技术主要是采用全自动飞行导航控制系统来进行火箭的自主导航飞行控制飞行。阳明交通大厦是发射场启用第1个使用者，也是台湾第一摆完全合法而且通过审查的火箭发射。太空中心强调，这是全球第一摆有混合式火箭有导航技术，无论是毋是成功，相关数据对未来技术改进或是进步拢真大帮助。这第2科研探空火箭发射场就伫中科院高平基地附近，有9700平方公尺。去年11月底经过当地部落投票，当地有条件通过成立。如果后面有客人会想来看，或者说能够增加这边的就地的工作机会，我觉得那才是有帮助的。这班汽车不只有阳明高大团队，也有无同款研究机构或者是大厦团队到场。当地人希望科研活动应带动当地发展，带来无同款的观光线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高山昨落5月雪，昨下晡高山北方的气象站有记录到下晡1点半开始落雪，落到2点，积雪差不多是半公分。根据气象站的资料，这50年来有9年拢捌落过5月雪。顶一届上晚的是伫2011年，若搁顶一届是2000年，拄大好这中午拢让11年。来看联合报，环保署最近重新启动空气污染费率调整方案。
六大季节差别汇率这个精神并无改变，初步会针对碳氧化物在内三大污染物的空污汇率调悬2块至5块。另外，佫会先增加大户的汇率，而且嘛会调悬带澳新的汇率，可能会调悬10倍至20倍。来看自由时报。大学入学考试7月份的分科测验无考数学乙，这是引起争议。大学招联会昨宣布讲，打算伫114学年度要开放考数学乙，每年同款无要考。那教育部是表示尊重招联会的共识。来看5月份爱报税。因为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较严重，今年报税会全面延长到6月底，是希望大家唔好真正做一回。国税局嘛有伫设外安排报税柜台，而且财政部嘛呼吁民众会当利用网络甲手机来报税。因为疫情严重，确诊的人数增加，国税局伊采用轮流来报税。尽量伫咧外口用临柜来报税，毋是伫咧室内。毋过伫咧外口的这个柜台减真济，有的民众一个等就是40分钟，佫还袂轮到。我电脑坏了，所以我没办法用，所以不得已跑来。而且我发现他们速度很慢。我以为8点半不会那么多人，结果排队算前面是4号。可是他这个现在只到2号，我应该40分钟有了。事实上，为着要提升手机报税的利便性，伫今年的手机报税2.0的新版顶悬有编修功能，民众会当直接伫手机顶悬来做所得税扣除额，还有扶养亲属的资料做编辑，安尼增加支付的功能，来鼓励民众会当加来利用。在网络申报也好，手机申报也好，都已经提供非常便利的服务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所得资料非常简单，那也没有修改这个所谓的抚养亲属或是所得资料的话，你扣除的资料也非常简单。那我是鼓励用手机报税。因为疫情紧张，财政部嘛延长所得税的报税期限，对原本的5月31日，规个延到6月30。估计综合所得税有653万户的个人申报，营业税有99万户的企业申报，这拢会当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昨昏咱国内是开放6岁至11岁囡仔会当注意放射，真侪县市嘛已经拢开始注射，是注半档的莫德纳，若第2档有要注，中午是爱让12礼拜。囡仔的 BNT 预防射嘛，伫要送到位啊，这是互一寡家长开始咧丢毒。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要注毋注，也是要注倒一款牌子，家长拢会使改。毋过，敢会使透蓝咧注，这部分还阁等专家讨论。囡仔一个入来坐好了后，先由护理人员来说明注射疫苗了后应该爱注意的代志。高雄大树区小平国小初2早起进行囡仔疫苗注射，昨后53名学生内底有22个经过家长签署意愿书来注射莫德纳疫苗。他们都会带着比较紧张的心情来面对，所以对老师提醒他们要多喝水、多休息、多吃一点蔬果，这样的交代。都会特别摆在心里。6岁到11岁囡仔疫苗注射头一天，高雄市以偏远的小学优先来注射，包含6区区新发国小、茂林区道立甲茂林国小，以及大树区小平国小。再来，这个往市中心的学校。屏东的林乐国小甲地满里国小也伫学校内底替想要做的囡仔注射疫苗。想说有疫苗就赶快打，因为它保护力如果比较高，它一定会副作用比较高啊。先等其他人施打完以后，看其他人的那个。施打的情况再来考虑。云林县是对初2开始，家长带着囡仔，还佫摕意愿书，用先到原来109间的合约院所来注射。有家长趁停课期间，赶紧带囡仔来注，唔免佫等到初10开始，由官府安排去学校注射。他打不是马上有那个抗药性、有抗体，所以要等几天14天过，所以等他去上课的时候，应该有产生那些抗体出来。所以我想说，好吧，就带来打一打。各县市开始伫注莫德纳疫苗，教育部表示，若身体无爽快，用请3天的疫苗假来休困，无列入出缺勤的记录。不过，儿童 BNT 疫苗也要到货啊，互袂少家长专做观察的情形。指挥中心也表示，注射疫苗是开放式的选项，互家长家己做对囡仔上好的选择。那随时可以更改意愿，那多重的地点可以来施打。所以大家就照这样去安排，那地方政府也可以配合这样子来做。
台北市囡仔疫苗也对初五开始自市长郭文铁要求中央先讲清楚是毋是使开放做无同的品牌，但市长回应，专家委员会无建议过，搁再提出予专家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5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26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785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15,808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统计数字是超过100万例，日本超过792万例，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2800万例。中国北京最近确定病例直增加，为着要防止疫情倒开，要求551个黄金周连假所有的5路场所即马拢爱关起来，袂使做生意，而且嘛全面禁止踮餐厅内底食。嘛，佮规定讲，进入公共场所就要甲2天内体检阴性的证明。雄雄变甲遮尔严，民众是袂假，嘛烦恼后一步是要封城。北京浦东市正闹热的正门大街，5日连假无啥人，真侪餐厅拢打工，只个会当外送到外早，店内袂使食，生意受影响。这个绝对是98%吧，算是影响了。就是那个2只能是微不足道的了，对我们影响。但是反正没办法，赶到疫情了。北京拜二通报，伫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本土确诊病例50例，总共这波疫情本土病例已经有400例。为了要避免上海封城的情形伫北京重现，有关当局伫5日连假进前突然间宣布关闭5路场所，餐厅袂让伫咧店内食。出入公共场所，一怪有48点钟久内核酸体检阴性证明，民众就讲5天连假等于是变相封城。我们本来想去一些地方旅游去玩，然后呢，现在看到这个病毒特别严重，就只能待在家里，或者是在家里进行一些体操活动等。不过自迄2天来北京省的游客无受影响，因讲人少颠倒较好。北京挺好的，不冷不热的。疫情反正这个人还少。但是您会担心就是？不会，咱们国家这个核酸检测2天一做，2天一做，我们这。5日劳动节，中国5天连假的黄金假期，往年拢是旅游旺季，4个景点拢是人挤人。不过最近第6个星期疫情严重，真侪所在拢要求民众莫跨省活动，以免疫情传开。所以中国的交通官员估计，连假期间交通运输的客流量会比去年同期降6成。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另外，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俄罗斯拍乌克兰战火虽往无停，严格各国即卖拢已经陆续开始恢复驻乌克兰大使馆的运作。但美外交部长就宣布要重新拍开驻乌克兰的大使馆，嘛有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美国的外交官嘛已经登去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那欧盟伫联关会议开煞了后，是宣布讲，继续用陆步向俄罗斯买天然气，完全合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见来访的丹麦外交部长，因为丹麦伫咧初二重开驻乌克兰大使馆，伫俄国的军机顶个月离港侵犯领空。丹麦外长强调，是毋是加入北约是所有成员国家的决定，毋是俄罗斯会当好决。Denmark is not threatening anybody. Sweden, Finland is not threatening anybody. So therefore, it's totally unjustified if Russia or anybody else is trying to, in a way, violate our airspace, as you alluded to, or doing some kind of other hybrid attacks on us. This is totally unjustified, and we will, of course,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at. 丹麦外长甲乌克兰外长见面时阵也讲，会全力支持对乌克兰的武器转移、人道主義援助，一個對俄羅斯的制裁。另外，美國外交官也重返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這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進行保證的。I would say the message to Russia is you failed. Ukraine is still standing.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functioning, and we're going back to Lviv first, and then Kyiv to help the government.
波兰伫咧找理也希望欧盟团结，对俄罗斯的石油加天然气实施全面的制裁。欧盟成员国家的能源部长伫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了，在一边讲，所有用卢布付予俄罗斯的款项拢违反制裁。And we need to give them the clarity that paying in rubles through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managed by the Russian public authorities and a second dedicated account in Gazprom Bank is a violation of the sanctions and cannot be accepted. 另外，欧洲联也宣布，俄罗斯的卡球俱乐部将会被禁止参加后一个赛季的欧洲联比赛。在此之前，俄罗斯男女卡球国家队就已经被赶出世界杯，也被取消申办2008年欧国杯的资格。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那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是生产粮食的大国，即阵因为战争的关系，造成粮食的产量减真济。打伫印度的西北部，抑个巴基斯坦，今年4月份的时嘛，因为天气反常，高温超过40度，影响麦芽结穗，印度的产量即嘛减2成半。为7一开始，西方系统进入6月，印度西北部甲巴基斯坦，为顶礼拜开始，温度几日天超过40外度，即嘛总算小可降5度至6度。民众趁机会出门行搭，不过户外还是热甲，卖水果甲卖凉的搭，生理是真加呀。嘛有人规分数包甲8日，都惊气候日头晒着伤，抑个未少民众浸伫溪水或者是游泳池内底纳凉一下。ਬਹੁਤ ਬੁਰਾ ਹਾਲ ਹੈ ਜੀ ਬਹੁਤ ਗਰਮੀ ਬਹੁਤ ਜ਼ਿਆਦਾ ਪੈ ਰਹੀ ਆ ਉਧਰੋਂ ਤੁਹਾਨੂੰ ਪਤਾ ਲਾਈਟ ਬਹੁਤ ਤੰਗ ਕਰਦੀ ਆ ਮਤਲਬ ਲਾਈਟ ਸਾਰਾ ਦਿਨ ਨਹੀਂ ਆ ਰਹੀ ਬਹੁਤ ਜ਼ਿਆਦਾ ਕੱਟ ਲੱਗ ਰਹੇ ਆ ਉਹਦੇ ਕਰਕੇ ਗਰਮੀ ਦੀ ਰਾਹਤ ਪਾਉਣ ਵਾਸਤੇ ਅਸੀਂ ਇੱਥੇ ਆਏ ਆ ਜੀ印度每一年4月份至6月份是因的热人，要等到7月份进入雨季才袂遐尔热。不过这10年来地球暖化，温度升悬了真明显。今年为3月份就开始出现40度的高温，平均的温度是前有气象记录122年以来上介热的。数落来4月份，西北部平均的温度有到36度，中部地区平均温度是38度。整个月底温度真正升到45度左右，是热到连学校都停课。现在新德里的粪扫场嘛着火烧，一个烧就烧几啊天。更较害的是冲击到农民。目前当时麦仔把水到分的阶段，温度若伤悬是发了无好，阴产的水无够，才麦仔卖冷气。政府估计杭州、浦省、甲北方省等等全国主要种麦仔的所在，今年的收成恐惊会减25%以上。Wheat and mangoes in other regions, because it tends to affect the poor, the small farmers far more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incomes, health, etc. 印度是全球第2大麦仔的生产国，不过有出口的敢若是少少啊尔。每一年政府收购的猪皮粮食，拢超过国内需求真济。在新冠疫情滚假的期间，还阁会当发予国内8亿弱势人口免费的粮食。今年从乌克兰甲罗西亚这2大麦仔的出口国开战以来，印度的麦仔国际竞争力有增加，政府按算增加外销麦仔来赚大钱。不过因为气候的影响，要安怎维持内需甲外销有够的量，嘛引起国内质疑。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媒体是报讲俄罗斯要开新的战场，准备要拍乌克兰边仔的国家摩尔多瓦，再借机会翻头去拍乌克兰的东部。来关心美国加州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增加要3成，防怀疑敢是疫情阁压起来啊？即马嘛无排除要要求民众阁甲嘴暗关起来。来关心南韩的新总统尹锡悦，7日伫要就职，红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无要去参加，敢若会派外务大臣去尔。再来看体坛大车饼，第24届听众奥运已经伫巴西起过，咱台湾代表团是由世界排名第2听众网球选手林嘉文亚头旗。另外，乌克兰代表团入场的时是亚停止战争的旗仔，全场拢有徛起来拍扑啊第一。这开场就由囡仔用手伫空中画出和平混淆，希望世界和平。第74届达芙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听众奥运，由吉祥物尼洛带头欢迎来自全球60来国家选手进场。台湾代表团由顶一届听学提女单甲女双2面金牌，目前听众网球女子单打排名世界第1林嘉文做总旗官。现在就是台湾世界在5月2号吗？谢谢他也是我的手语。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特别团入场的时阵，也特别宣传2003年世界听众乒乓锦标赛，甲2004年世界听众电竞赛，这两项比赛会由台湾主办。另外，上受瞩目的就是乌克兰进场时举着停止战争的旗啊，全场徛起跑步地气。66个参赛国当中，除了地主巴西派出152人，第二大团就是乌克兰有147名选手参加比赛。在疫情之下，听众奥运虽然规模较小，不过气氛依然真热烈。选手已经准备好要在运动场顶悬，争取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这是好消息。听众奥运比赛头一天，咱伫空手道男子团体伫型这个项目已经摕到一个铜牌。咱的空手道团体组是由经验真丰富的戴文琪带队，甲第2届去参加的高文富，还有今年才高中3年的黄俊涵，因伫开始比赛的第一天先合作，已经摕到一个铜牌。另外，今仔日空手道嘛有个人比赛，还有羽毛球团体赛伫昨昏是摕到来分组的第一。今仔日会要阁继续拼奖牌。来关心今仔日有倒一挂比赛。再来，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疫情。新北市有一个才6个月大的红孩仔，4月底是发烧，去南口的中家病院挂急诊，排队是排点外钟。落尾，红孩仔病情恶化，救无回来。家长即马是骂讲，病院因为拖沙去延长着治疗的时间。病院这边即马回响讲，当时有按照病情的状况分类排队来处理，也毋过真遗憾，病情的变化实在伤紧。大家身体闹状况，马上就看医生。不过新北市有一个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4月2日发烧，紧急送到南口中江病院。不过家属指控，伫急诊室内底当点外钟，一直无法度看病，最后囡仔病情恶化，经过急救伤口不治，认为是病院方面去耽误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父母亲一定感到非常的难过与悲伤。根据卫生局初步的了解，医院有依照检伤分类的方式来提供适当的医疗处置。当病患到达急诊室时，医师必须依照每个病患不同的紧急状况做立即的观察以及专业的医疗判断，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面对家属指控，病院回应初步检查时阵有发现查甫婴发烧，不过意识清楚，验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一切拢是依照规定处理。对婴儿的病情变化真紧表达遗憾。医疗各个急诊室都有它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分配。那请遵照各个医院的急诊的规定来办理。面对急诊暴量，即卖减伤制度是毋是调整保留囡仔医疗量能？指挥官陈市长爱大家尊重各病院的急诊规定。特别是考虑14岁以下囡仔快筛阳性看诊占一定比例，市长吴文泰表示，目前有咧考虑移动医疗照护由专门病院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留医疗资源，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已经宣布讲，若是无镜头，就要先验快筛阳性的，才会使去做 PCR。若台北市即马嘛甲大病院住院的条件调整甲更较严格，爱用着上锁、爱挂呼吸器的病情严重的，才会使住院。另外，台北市即马嘛宣布讲，要补贴低收入户，每一个人有500块，会当去买快筛试剂。为避免大量民众去病院急诊体检造成急诊塞车，指挥中心宣布无症状人快筛阳性才用做 PCR 检测，也希望各地方政府依照疫情状况增加社区体检站，尽量到各地方政府加设的社区筛检站来做筛检。那请急救责任医院开设防疫或发烧的门诊来分流病人。国内新冠本土病例一直升悬，其中台北市初二增加3718例。市长郭文泰表示，虽然确诊数比初一的4134例下降，不过这是连续假期的加上。这2天社区阳性率升悬已经到64.8%，所来去确诊数会阁升悬，所以宣布即马开始台北市各大病院住院看诊救援，爱用着上诉病情
严重人才大院，其他伫急诊、门诊处理进行分流，个补贴加收就好，每人500块买快太济，上班17就引入户头。我们一天的 PCR 是可以做到3万没有问题的。我还是要把我们台北市的 PCR 的量能保留来作为快筛阳。怀孕36周以后啦，平常就在洗肾了哈。或者有什么很多慢性病呢？稍微感冒就会心脏衰竭，这种很脆弱的病人需要用到氧气的才可以住院。另外，台北农产运车公司疫情继续扩大，已经有223人确诊，其中伫第一果菜批发市场确诊人数已经有198人。农委会宣布，初三透早开始快筛阴性，即一场拍卖，下次1礼拜才袂互确诊者增加，影响交易。记者综合报道。随邦即阵去画着镜头较轻，毋过对老大人来讲也是真危险。伫家人甲桃园拢有长照中心传出群聚感染，家人有一间老人安养中心已经有12个人去画着，有1个人死亡。若伫桃园有2间长照中心群聚感染，有29个人去画着。一直伫加强消毒，因为过人初二佫新增加874个确诊案例，而且疫情佫拖入去登记照护机构。过人一间私立老人养护中心爆发互相相互感染，即阵总计已经有13人确诊，其中一个登记在床的60多岁男性，伫检查阳性了后，一直到隔天下晡才做 PCR， 不过这老人已经过身啦 ，PCR 采检是阳性。有一个开颅的，因为颅大部分也是血管疾病，那么他就是说比较体质比较弱，那么就11点多就走了。那共有11位著名感染，那其中1位就不幸往生。那其中有3位，他因为有急性的症状，我们就送医院去治疗。那现在住院中哈，那机构中现在有阳性有7位，阴性有23位啊。桃园初二是新增加2577个确诊，而且有2间长期照护中心传出互相相互感染，其中1间工作人员甲住伫内底民众合计有47人，20个人确诊，其中17个人是住伫内底民众。另外1间是33个人内底有9个人确诊，7个人是住伫内底民众。我们的疫调是多点爆发所以我们大概来源我们大概就不会去仔细查。不过理论上这个长照机构它是一个封闭的的区域，那有活动的就是我们照顾的人，或者是特殊情形探视的这个亲友，特殊情形还是可以探视。桃园市府强调，已经要求2间长期照护中心最好分层分流，加强环境的消毒，也佫有定期做摆来采检，防止疫情来摊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伫婚林厝有一个阿公，伊本地是咧驶脚踏车，不过为着要照顾行动无方便的孙，才改种蒜头。最近蒜头大出，产量济，不过价小歹。阿公即马就真烦恼，讲会趁无钱。若伊的乖孙虽讲行动无方便，不过真乖嘛，知影变巧，是咧网络顶头替阿公倒销蒜头，希望减轻阿公的负担。婚林4号的蒜头农民5000家，当咧无用采收蒜头，今年收成大约8-9千斤，也因为爱照顾行动无方便的外孙，卖蒜头是伊唯一的收入。希望今年蒜头会当卖了真好的价销。今日开始讲有人买这做现价去就是一个就是算价的无要算价，为了要讲生意的，就是在蒸肉架、在磨在刷口去蒜头拄采收起来有较淡，阿公的孙虽然行动无方便，不过也是会当透过网络甲阿公的蒜头卖出去。万载有欠蒜头的人会甲准备甲我孙到骹手者，就是我希望就是蒜头经袂好出去，唔免更的。阿公的蒜头唔那是台湾农民的用心，更加是照顾孙仔的经济来源。台湾蒜头的品质是一粒一粒，而且目前当着时，鼓励民众支持台湾农业，让农民丰收好年冬。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咱台湾的往来，所以各地头农民拢真拼死咧拍开新的市场。那即马伫日本、新加坡拢会当买到咱的往来。即马屏东嘛争取到文来的订单，要伫超级市场卖屏东的往来。一箱一箱的往来，从27个货柜带甲甜，一寡着时个大粒的往来是准备要外销，送去到文来。
这几年有持续的跟这个文莱的这个进口商跟他们一起做这一个合作，那他对台湾的水果也非常有信心，他们也希望说到之后，那可以在那个市场可以铺到各个这个超市的通路。自从中国伫咧去年禁止进口咱的往来，全台各地拢想尽办法要来拓展国内外往来销路。即马毋但外销去日本、新加坡，佮透过国际贸易商斗直接，将屏东6栋外往来拍入去文莱的超市销路。试寄过这个一批的这个凤梨，大概50箱左右过去。给这个文莱的市场回复过来的这个反应其实非常的好那就刚才我们郭董所讲的，这个他们的国王说没有吃过这么甜的水果。在这样子24节气的孕育之下，跟我们台湾农民的技术这样所生产出来的凤梨我相信一定可以累获那全世界甚至更多国家人民的味蕾。透过在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招农民进出高品质的往来，佮有国际贸易商合作，希望伫咧文莱超市会当拼出逐礼拜2货柜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的南光国小幼大所队伍已经说真侪档，学校是希望囡仔会当学习无同款的能力，学晓合作，嘛训练囡仔的体能。真侪囡仔开始幼了后，毋但汗臭体格变好，身体嘛变健康。有的囡仔佫有出兴趣，找到家己未来的目标。互相配合脚步和优势的速度，幼大所真需要团体合作，才会当摕到胜利。南投埔里南光国小幼大所的队员讲，因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发现伊的好处，甚至未来也想要继续行这条路。因为我是一个读书很不专心的小孩，所以我只有对拔河这件事我可以很安静。我未来会继续走拔河这条路，对拔河让我很开心。练到一半突然很喜欢，就一直练了。我觉得我的体育有变很好，我之前连5圈都没办法跑，现在让我跑6圈我也可以。无一项运动是轻巧的，幼大所是对胸坎、脚趾片、大腿，佮有腹肚的筋肉拢出着力，手也爱训练长时间，通甲锁定条咧。这项运动也通互囡仔更较专心，学习合作的精神。在国小阶段要从事拔河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对小朋友来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孩子呢，他们愿意留在拔河，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吃苦，所以团队的凝结力是非常够的。我们有部分的学生可能是比较处于弱势家庭，或者是有一些原住民身份的，那他们如果对拔河是有兴趣的话，将来我觉得还蛮适合以这条路当作为升学管道的。透过幼大所，真侪学生毋但甲体力，佮有精神训练甲愈好，也了解讲虽往韩慢读册，毋过嘛是会当伫无共的领域找到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有一寡县市伫昨昏已经开始替6岁至11岁囡仔注半重的莫德纳预防针，有家长是赶紧想要互囡仔有保护力，头一天就带囡仔去注射，也毋过嘛有家长较烦恼副作用，按算要先小等一困啊。大树的小边国小学生囡仔，大家照顺序来注莫德纳疫苗。现场医护人员先简单卫教，希望囡仔注射莫伤过紧张。注疫苗的过程真顺利，不过小边国小全校有53个学生，敢若有22个家长同意，予囡仔来注一半剂量的莫德纳疫苗。第一天回收的时候，就有22位小朋友的家长同意施打，到目前为止依然是22位。没有抽单，有的是要等医生评估之后，会进行安排施打这样子，没有疫苗厂牌的选择的问题。6岁以上的学生囡仔注射疫苗，高雄第一波是安排4间偏乡的国校，70个学生完成，注射率4-7。初二这天，屏东嘛有2间学校开始替学生囡仔注射。包括林乐国小、甲蒂摩尔国小，拢总有197个人完成注射疫苗。林乐国小家长大部分拢同意，希望先互囡仔有保护。不过，要求家长真烦恼注射的副作用。还是想要观察一下其他人施打的状况，再来评估说要不要注意。本来我是想要等 BNT 啦，对，但是因为那个最近就是屏东也蛮严重的，然后我先生就觉得说，先打先有保护，打也担心，不打也担心，干脆就打就好了。
屏东县对初2到13会陆续安排学校注射疫苗。教育处表示，若是未赴伫学校住，14迄天33个乡镇市卫生所嘛会加开儿童疫苗门诊，家长嘛会当带囡仔去注射。记者陈嘉文、刘伟做综合报道。细汉囡仔因为无注意风险，去为着较使人烦恼。最近着小连续有发生有囡仔发烧去急诊的，却因为未获救发生悲剧。市内力量即摆有立委是呼吁卫福部爱规划儿童急诊的专门路线，避免悲剧搁发生。2礼拜前，新北市发生2岁囡仔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初1个月6个月幼囡仔发烧伫急诊排队时不幸死亡的事件。时代力量初2召开记者会，呼吁伫疫情摊开了后，政府就要确认儿童急诊的量能充足，保障幼囡仔的治疗权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人挤在急诊室，那挤在急诊室很多是在等那个 PCR 的这个快筛的结果。在医院的急诊要赶快来成立急诊快速通道，尤其是针对幼童。陈昭华表示，应该把重点放伫分流，建议卫福部透过防疫纾困经费等等，补贴各间病院设计门诊，就是快筛阳性才到病院做 PCR。指挥中心下晡嘛虽表示，1岁以下若发烧严重，会特别收治。另外，中华县医疗界联名经理师蔡志宏嘛针对中南部的儿童医疗提出意见。儿童的病床这边呢要先准备好，那现在叠笔剂方面已经受到考验。那像我们中南部的话，大概还有2个礼拜的准备时间了，不然2个礼拜以后，我们中南部也会像现在的北比基这样。蔡志宏嘛建议，应该互要注射疫苗的囡仔拢通注着，对降低重症甲死亡会有帮助。60个岁以上第3档的注射率要赶紧提悬到90%。另外，新冠肺炎的药啊，应该要准备140万份至300万份，互轻症甲高风险的病人，增加民众参病毒共存的安全感。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外劳伫台湾做事，甲咱台湾劳工同款受法律的保护。也毋过，监察院指出，当年也是有袂少移工因为有心转行洗头路。也毋过，劳动部却无法度列出这款状况，所以伫昨昏对劳动部提出纠正。台湾当朝外口大量外籍移工才通顺利运作，因伫台湾嘛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保障。不过，监察院初2对劳动部提出纠正，讲调查发现，也是有侪移工因为有心，雇主甲中人就要求结束聘雇，甚至有移工会担心说被解约，他就隐匿怀孕。我们也有发现有2个案子，他没有做产检，一直到了生产的那一天才被发现。107年到去年4年来有15000多个产业移工，他申请了生育给付。女性移工有35万，就23万左右是社福移工。社福移工能够报生育给付的，就是他在机构、家庭里头当看护工的，他没有生育给付。社福的移工这4年来才报了360几个人。你在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黑数，它是没有办法被统计。监察院表示，劳动部有针对移工解约的检证机制，不过2020到2021年的检证机制统计，确无移工因为有心去互雇主不当结束契约。但是监察院调查指出，伫迄2档有5000多个移工因为有心结束契约，登去母国，这期劳动部无法度掌握检证机制的成效。程序的设计上是能够让这个移工单独跟这个地方政府的人员去做验证跟争议的一个吐露。我们会更去加强努力，让这个移工能够知道这就是他的权利。也许我虽然给了他这个环境，在来这个环境之前，他已经有听了雇主或者是中介对他说了什么。劳动部表示，会加强对外籍移工宣传因的权利，互移工伫验证的时会使讲出完整的状况。不过，针对安怎掌握验证机制的成效，并无提出详细说明。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中非共和国较善者宣布要甲比特币这款币块银来做法定货币，这是非洲第1、世界第2。若世界上头一个甲币块这款加密货币来做法定货币的萨尔瓦多，去年做到呾即摆有上新的调查显示，这场大胆的实验看起来是失败的。
萨尔瓦多的比特币大冒险，2019年开始，伫这个3000人口的海边青年小村爱桑提苏东时，无讲名的关注者对每一个村民发放比特币，条件是袂当兑现，爱学习安怎用伊。安尼嘛，互当地就算讲一杯咖啡、路边小食，还是讲水电雅士，拢会当用比特币来付钱。伫银行无口座的民众嘛，会当用比特币的钱包来欠钱，安尼豆豆都袂遐散。地方也搁加设奖助学金，甚至是疫情的纾困方案，是全球出名成功的案例。It's worth it. I use it to save money. I don't touch the money I receive in Bitcoin. I just let it grow. I bought 2 cows.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Bitcoin. 行出去比特币村，情形个拢无共。萨尔瓦多的总统布格雷，伊无过70%民意的反对，伫个去年宣布讲要甲比特币列做是法定货币，甲原本的美金做伙用。不过即马过半年，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上新的报告分析讲，比特币的试验已经失败。萨尔瓦多也是真恶劣脱离散车，当年共款有数万人去美国讨食。不，虽然讲加密货币规个还阁有起的趋势，关波动算毋是这落遮尔散车的国家因安尼博会起的。今年的年初，加密货币市场规个落车。彭博社伫1月报道讲，萨尔瓦多损失2000多万美金，合代票是5亿5千万。国际货币基金还阁特别发布新闻稿，再次劝说萨尔瓦多放弃甲比特币当作是国币。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全世界网球球王贝克因为违反破产法，被英国法院判刑2年半。伊捌摕过6座大满贯男子单打冠军。伊伫退休了后的投资拢失败，2017年宣告破产，佮防止控讲违法转移资金，即马爱互抓去关。看到查某朋友的手去法院听裁决，住伫英国的前德国网球名星800名世界第一的贝克，因为破产了，非法转移大笔的资金，按欠资产，顶礼拜5号英国的法院裁定要关2年半。Heartbroken, I mean, for him. He's a friend, a long-time friend, a coach for 3-4 years, someone I consider close and in my life, and he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my success in my career. 54岁贝克不是网坛传奇人物，17岁以非精珠选手的身份赢得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改写网坛的历史。要3遍摕到温网的冠军，摕到6遍大满贯的冠军。1991年成为世界球王，1999年退役了后，捌做过球评、代言运动用品，也做过现任球王乔科维奇的教练。虽然拍球的时阵赚真多，但过贝克无好好理财，投资过失败，佮加上离婚爱付赡养费，欠了1000万美金的债务。伊伫咧2017年6月被宣告破产，连温网的奖杯拢被要求提起拍卖限制，但过贝克否认所有的指控，也无交出奖杯。上面伫24条指控内面，4项罪名成立，被判刑要抓去关。贝克被判刑确定了，真侪铁单人士表示可笑，也有有人认为伊是家己做得来。裁决法官讲，贝克的行为超纲，而且无老实，也无后悔。伊至少就要服刑15个月，才有资格被放出。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环境。发展是一款趋势，兼个地球的资源嘛，因为发展直透的消磨，即马就有可能出现欠沙石的危机。联合国有公布一份报告，讲全世界逐年的沙石使用量有500亿吨，平均每一个人每一天会用到17公斤。安尼直直已经严重威胁全世界的河川甲海岸线。赤后岛在是沙到定点甲沙倒来。这是西班牙过去收录的情形。沙石即马是水资源了上欠的天然资源。联合国26公布一份报告，沙石是排伫咧最后壁，全世界第2名，开发上济自然资源。伫咧人口增加甲都市化过程，一年全世界沙石的使用量，伫无监管的制度下，增加到500亿吨，差不多一个人一天用17公斤，超过沙石形成的速度。And we humans are using 50 billion tons of sand and gravel per year. You could build a wall of 27 meter high, 27 meter wide,
all around planet Earth every single year. 这份报告是26位专家做伙写的，讲过度开采沙礁会予溪流、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出现侵蚀、土壤咸基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威胁粮食的生产、供水、加渔业、旅游业，因沙礁会当摕来做玻璃、空气力加建筑材料。人类伫咧过去20年，伫这款物品的消耗量增加2倍，已经严重到可能会一寡细粒岛的消失。联合国希望将沙礁看作战略资源，加强控管，禁止开采海沙堡沙礁。 And of course, you can't take so much sand, such a high volume of anything actually, without having a larg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专家就举一个例，讲过度开采沙礁的亚洲河流湄公河，就因此造成当地三角洲沉落去。本来正肥的土壤盐基化，所以建议未来用会当重复使用的空气力、加采矿、煤矿、加回收材料的沙礁，搁摕来使用，减少沙礁的开采量，以免情形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5度。再来伫中部的温度上加是16度，上悬有27度。今日伫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7度。 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是24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